主席，我諗睇翻呢個港車北上、粵車南下咧，我尤其是針對粵車南下，我特別關注。但係先從個大橋嗰個容量嘅角度嚟講咧，我自己就睇得到一點啦。嗱，其實依家日均去到即係17000架呢個高峰，增長個比率係高嘅嚇。咁呢個喺我個人嚟講，我覺得係開心嘅。但係如果我哋對翻即係本身港珠澳大橋個設計流量嚟講咧，其實我相信應該30%都未到，所以整體個橋嘅容量或者流咗入去市區嗰個承載量咧，我自己覺得係應該承載得到嚇。咁但係我哋都需要留意兩點咧，即係第一點咧就係因為依家粵車南下嚟講，佢哋都預早申請先嘅。咁我好想知道掌握咧，就係因為係咁嘅情況咧，我相信就算係放大嗰個名額都好咧，依個係唔應該會令到我哋譬如啲口岸嗰個設計會承受一啲所謂預期唔到嘅情況，應該係完全可以協調得到，所以我好希望係得到一個確實嘅答案。第二點呢，就係我想了解呢，就係啦，港車北上喺文件上面都講到，其實都有3樣嘢嘅啫，商務啊、探親啊、旅遊啊。粵車南下嗰方面，其實依家有冇一個具體嘅統計呢？就係如果感覺啊喺文件上面其實都係旅遊多嘅咁，但係其實條大橋本身嘅設計原本都係希望即係拉近珠江西同香港嘅即係日常嘅流動咧咁長遠嚟講係咪都應該有具體嘅數據一路監管住咧咁樣？多謝主席。好，局長。好，兩方面嘅。首先第一咧，牽涉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嗰個車流量同埋個承載力咧，林議員嘅睇法同埋個意見係正確嘅。我哋正咧去安排做呢一個嘅私家車透過港車北上同埋粵車南下咧，係可以推動翻喺私家車嘅嗰個嘅使用量啦。咁我哋其實預計咧係其實都仲有容量咧係可以承接去我哋去再多啲嘅一啲嘅私家車使用。當然另一方面呢，就係我哋講緊商用車、貨車呢一方面呢，都係我哋嚟緊希望積極呢，係從一個跨境物流，以至到係可以喺粵西嗰邊呢多啲嘅貨車使用呢。呢個係我哋嚟緊嘅一個其中一個嘅目標嚟嘅。咁而至於呢，我哋去講緊一啲粵車南下嚟到嘅時候，過去嘅呢段時間呢，我哋去睇翻呢，主要呢就係當然我哋會從嗰個配額嗰度呢，我哋會可以控制到個需求啦。第二方面呢，其實基本上呢係同我哋香港嘅市民，譬如揸港車北上翻北上呢，係形成到一個錯峰出行嘅。咁呢一個呢，係正正令到呢我哋喺大橋嗰度嘅雙向嘅一個嘅流量同埋嗰個負荷嗰度呢，我哋係得以管理。咁第二呢，就關於呢一啲粵車南下嚟到嘅時候，佢哋係會係有啲乜嘢嘅用途嘅呢？咁目前嚟講呢，我哋睇到比較多呢係一啲旅遊嘅。而點解我哋會咁講呢？就係因為我哋一路持續呢同旅遊業界啦、酒店界同埋零售界去一路保持溝通啦。其實至今呢，喺酒店業界呢，佢哋現時呢已經有30間嘅酒店或者係集團呢，係推出咗一啲係粵車南下嘅一啲優惠嘅一啲叫套餐。咁呢，由嗰度亦都呢，我哋睇得到呢，嗰個係作為一個吸引嘅之處，係讓佢哋嚟旅遊。咁但係呢，我哋過去亦都呢有留意到呢，部分呢，佢哋可能係商務嘅。如果係商務呢，佢哋可能逗留嘅時間會比較短啲。譬如佢哋可能參加展覽啦，做一啲嘅會議啊咁。而隨住我哋日後擴展到多另外5個城市呢，我亦都有一啲嘅業界嘅人士同我講呢，可能譬如東莞啊、佛山啊呢啲地方呢，其實都有幾多呢係而家同我哋香港呢邊呢係有好多嘅商業嘅一啲嘅會議或者一啲展覽啊，其他嘅商務嘅活動係喺呢一方面可以吸引到多啲商務客。咁所以我諗我哋呢會希望喺幾方面呢都能夠吸引到唔同嘅人士利用粵車南下嚟到香港。局長，幾位議員都係對於佢哋嚟呢邊係做啲咩啊咁樣各方面都好有興趣，希望你哋都將來做一啲統計啊嗰啲嚇。
咁譚振國議員。